特别是阳明山有一间拜公子家的土墙，因为是有支持呢份将黄金平的民众来了点灯祈福，希望黄金将平安无事变到真全面。那公子牙系辅助九福王消灭上朝的太公神，也是更加促权如李江、范江还有 QQ 六项的共同祖先。因为头过年期间，俩土墙的军批6600租界前幕，希望新中社同财源带转播。新中倾向求平安，未求财，不过详细看啊，大概唔系半界文武财神，系姜太公、姜子牙。文财神跟武财神，也就是由姜太公来派任给他们的，也就是现在五路财神、八路财神都是由太公这边来指派的。所以呢，最早的这个前母的部分，也是由太公这边来的。讲姜太公系秀李路有得总共6项黑人界共同祖先，除了都市人公堂之外，一般民间当少数服饰。不过，就特别掠姜太公土窗，唔但像向佛当献，汉族当然是点7项灯，求平安顺遂。其中汉族人为立法人庄王金平，韩国前总统请随便点灯，当然初1到初5，和开放信众求签幕。我有空我都会就是上来跟太公一下请求平安这样子。来求钱母，然后可以钱生钱，让自己越来的日子更旺。土窗方面讲，姜太公用资料天数注册，汉族体质卷世界好名声，除了求财求平安，第4个营业未做得拜姜太公求智慧，行业要事业都行啊顺心。客家新闻来关注其中准特别报道。